2026年 DSE 中學文憑試將喺7月15日放榜。考評局公布最新數據，今年一共有58,000名考生，比去年上升5.4%。不過違規情況亦有所增加。考評局指，今年有7名考生被揭發嚴重作弊，全部屬於本地學校考生同自修生。經翻查試場錄影片段同報告後，證實佢哋有作弊行為，最終被取消所有科目成績。另外有33名考生喺試場內拍照，比去年增加19宗，其中21人更將電腦條碼或試場相片上載到網上，相關科目成績被降級。除咗嚴重作弊，仲有一宗校本評核嘅嚴重違規，涉及視覺藝術科。考評局將該名考生嘅課業評為0分，並將科目降級。至於其他輕微違規，包括34人帶未經許可物品入試場，167人喺宣布停筆後仍繼續書寫，156人違反手提電話規則，大部分只係輕微扣分。但當中2宗嚴重個案，因為考試時間被發現藏有啟動狀態嘅電話，科目成績同樣被降級。考評局強調，考試公平性必須嚴格維護，提醒考生遵守規則，避免因一時疏忽或僥倖心態而影響前途。